江西米粉，歡迎嚟到微寶樂視頻。今集製作江西米粉。首先準備米粉、高湯、輔料、雞肉、蔬菜調料、蒜末、薑片、食用油、青菜、大華香蔥、香草、鹽、醬油、花椒粉、辣椒粉。將米粉用溫水泡浸約30分鐘至1小時，軟化後撈出，瀝乾水分。將豬骨、雞骨或其他食材放入鍋中，加水，加入薑片和幾顆胡椒，開高火煮沸後轉小火，忙煮1到2小時，直到湯變濃白。煮好後，將高湯過濾，保留清湯備用。將選擇嘅肉類切成薄片，用鹽、生抽同埋少許澱粉醃製10分鐘。熱鍋涼油，放入蒜末、薑片炒香後，加入醃製好嘅肉片，快速翻炒至變色。準備一個大鍋，加入高湯，煮沸後將備用嘅米粉放入鍋中，煮入1到2分鐘至米粉煮熟。煮好嘅米粉撈出，放入碗中，加入炒好嘅肉片同埋蔬菜，然後將熱湯煮入碗中。最後可以根據個人口味加入香蔥、香草、辣椒油等調味，混合均勻後即可享用美味嘅江西米粉。請點讚關注。